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兆康西鐵站。有冇人知道喺佢隔離嘅呢一群紅磚建築物係邊個屋苑呢？冇錯啦，就係我哋嘅兆康苑。佢係由20座樓組成嘅大型屋苑，共提供4676個單位，分4期，1、2期喺1982年入伙，3、4期喺1984年入伙。簡單介紹咗佢嘅背景，係時候帶大家睇下房入邊生咩樣啦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568尺，坐向東方。一入門口，我哋可以見到有個大鞋櫃。至於廚房就會喺我哋大門後面，可以見到設備齊全。我哋行返出玄關，另一邊就係我哋嘅客飯廳。呢間屋雖然唔係落地玻璃，但採光都好好㗎。行到呢度仲有3道門，一個係廁所連浴室，睇落去都乾淨企理。再隔離會係2間睡房，一間可以放到一張子母床書枱作個大衣櫃，另一間房就更加大啦。放完張雙人床之後仲可以由3邊落床。講咗咁多，係時候講下周圍環境啦。有中式園林設計嘅休憩地方，環境實在係優美啊！除咗見到嘅祠堂之外，仲有唔少嘅休憩空間，仲有兒童遊樂場等等。隔離仲有個2層商場，入面可以見到生活配套設施齊全，想買咩行入呢個商場就可以買到。入面仲有個街市，市民可以喺入邊買餸煮飯，都好方便㗎。兆康苑嘅小學校網屬於70區，中學校網屬於屯門區。交通方面鄰近兆康西鐵站，可以話非常方便跨區工作嘅人。輕鐵方面鄰近兆康輕鐵站同麒麟輕鐵站。如果唔鍾意搭西鐵嘅人，仲可以選擇鄰近幾個巴士站，都有好多條路線供大家選擇㗎。有咩屯門區嘅屋苑想了解，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